分享下點樣去翻新一盞舊頭燈。呢對係日本豐田 BB 2003年嘅頭燈，已經好黃好殘。我分享下我用我嘅方法點樣去翻新呢對頭燈。首先介紹下工具。第一就係砂紙啦，砂紙呢就一定係要由粗打磨到落幼。我通常會由400開始，一路800、1000、1200同1500嘅。跟住就係省銅水啦，省銅水之後呢，就係車蠟，之後呢，就要用打蠟機啦。咁我自己就會用呢部打蠟機嘅，咁用咗好耐㗎啦。咁最後就係翻新頭燈必用嘅霧化噴霧壺，同埋霧化噴霧壺用嘅專用藥水。首先由呢一隻開始，先用400，濕啲水喺燈面打磨。跟住係800，又係搣個角啦，濕啲水。記住一定要濕水，一定要水磨，一定要粗好力。又係咯，淨係揀透明地方得㗎啦。好啦，飲完啖水返嚟，繼續都係用返400。
咁兩盞已經係完成晒用砂紙打磨嘅步驟啦。咁依家咧開始用散溶水做一次初步嘅打磨先。因為用散溶水咧嗰個效果咧，我覺得係爭啲，可能我技術問題。嗱，散溶水啦。都係做翻右手邊先啦。開始打蠟啦。咁咧，其實個打蠟機係基本有翻個羊毛頭啦，轉數羊毛係800至1200左右。跟住頭燈，咁我哋直接將啲蠟水倒落去啦。咁咧就慢慢揩勻咗佢先。跟住就我哋開始撳住部打蠟機，順時針方向，慢慢嚟將啲蠟水揩勻晒先。咁佢頭燈有少少會喐動嘅，咁我哋為免撞爆啲腳咧，我哋就要 hold 住佢。呢個係1時間，睇2次可以有好多，呢個係做咁樣嚟啱佢，慢高咗。嗱，睇一睇翻打咗3次蠟個效果。其實可以直接裝車用㗎，不過我鍾意做埋 coating，因為嗰個完成度會仲高，同埋有個保護作用，冇咁容易變黃。咁我依家再打磨埋另一邊嘅頭燈，依家呢邊係右手邊，我將會做埋左手邊。
首先咧就清潔翻盞頭燈先啦，攞啲白電油或者火酒，跟住之後咧，我哋就開始做 coating 啦。咁呢個 coating 咧就係將嗰啲 liquid擺落去之後咧，加熱啦，跟住之後咧就模糊化嘅狀態之下噴翻落嗰盞頭燈嗰度，睇唔睇到？千勿逗留咁耐，否則就會起。好啦，就完，跟住之後再做第二邊。